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加措活佛著，馬德鐘聲演。第26篇，不要抱着得到的目的做事。我哋常常會努力咁去做一啲事情，只係為咗別人嘅誇獎或者係開心。但如果做咗之後，睇唔到我哋所期望嘅態度，委屈、抱怨嘅情緒就會馬上顯現出嚟。最後原本好嘅發願，反而搞到大家不歡而散。所以一係就做咗，唔好去期望回報；一係就乾脆唔好做，或者少做一啲。抱怨唔單止會毀咗別人嘅好心情，更加會毀咗自己嘅好心情。世間嘅一切本來就唔屬於我哋嘅，我哋嚟嘅時候係兩手空空，日後無論得到多或者少，都係意外嘅驚喜。有4個小朋友將執到翻嚟嘅錢包交俾老師之後受到表揚，為咗繼續得到表揚，第二日呢4位小朋友全部都曠課去咗街上邊執錢包。小朋友咁樣做係因為佢哋天真，但係好多事情上邊，大人亦都犯咗同樣嘅錯誤。有時全力以赴去做某啲事情嘅時候，其實並唔係為咗最初美好嘅願望，而係希望事成之後可以獲得領導或者其他人嘅誇讚。咁樣同專門去執錢包嘅小朋友其實冇咩大分別，因為早就已經違背咗自己嘅初心。事情做得好，得到讚賞係一件可喜嘅事。如果抱住得到額外回報嘅心思去做事，通常都會大失所望。咁倒不如當初就唔好做啦，因為事後嘅抱怨係會極大咁樣傷害咗我哋自己。優秀嘅人都唔係抱怨嘅人嚟嘅，佢哋總係會將消極嘅想法喺自己嘅內心中掃除，讓內心充滿陽光，充滿希望。點解好多人都過唔到自己想要嘅生活？好大部分嘅原因係因為抱怨，令到佢哋同成功背道而行。任何眾生都有資格得到佢哋想要嘅嘢，但係前提係唔好替自己揾藉口。需要認識自己嘅不足，唔好四處去發洩內心嘅不滿。抱怨係最消耗能量嘅無益舉動。與其喋喋不休咁樣去抱怨，不如靜落嚟去尋找解脫。流年似水，正係嗰啲刻骨銘心嘅痛，讓我哋懂得珍惜生活，珍惜身邊嘅人。生活入邊俾朋友開玩笑，或者係遭人誤解嘅時候，過多嘅言辭申辯，往往都係徒勞嘅。呢個時候，倒不如留下一抹微笑，俾人更多遐想嘅空間。痛而不言係智慧，笑而不語係豁達。第27篇，別讓情緒操控了你。往往我哋控制唔好情緒，一係修行唔夠，二係接觸實際讓我哋產生負面情緒。當我哋嘅情緒受到影響嘅時候，適當咁樣遠離負面環境，讓自己平息落嚟，冥想一啲快樂嘅人同事，或者嚟一次遠行，讓心胸開闊起嚟，再回頭睇翻之前嗰啲是是非非，一切就會釋然。好多矛盾嘅起因係一啲小事，唔懂得退就會越搞越大。人活得好唔好係在於心態，有冇好好咁樣活係在於情緒。雖然人唔係為咗情緒而活啊，但係始終係活喺情緒當中。人往往唔能夠控制好自己嘅情緒，尤其係嗰啲唔好嘅情緒。究其根本，主要係因為修行嘅境界仲未夠高。
情緒就好似一個唔定性嘅小朋友，雖然時時都喺變化之中，但係佢仍然係可以掌控同埋管理嘅。管理情緒並唔係要去除或者抑壓情緒，而係喺察覺到情緒之後去調整佢。情緒雖然有正面負面之分，但係真正關鍵唔係在於情緒本身，而係在於情緒嘅表達方式。用適當嘅方式喺適當嘅場合表達適當嘅情緒，先至係情緒管理最佳嘅選擇。好多事情或者我哋係無法改變，但係可以改變看待事物嘅角度同埋方法。受到負面情緒侵襲嘅時候，停低手上面嘅事情，閉上眼睛，冥想一下嗰啲快樂嘅嘢，或者做一啲運動，聽一啲舒緩嘅音樂，讓疲憊嘅身心得以放鬆。或者乾脆嚟一次遠足之行，去一啲冇去過嘅地方，睇一睇嗰啲冇睇過嘅風景，哪怕只係心平氣和咁樣飲一杯水，有時候都能讓我哋唔好嘅情緒得以改觀。第28篇，修行就是修心。冇過唔去嘅事情，只有過唔去嘅心情。好多事情之所以過唔去，係因為心裏邊放唔低。門檻係啲咩啊？過得去嘅就係門，過唔去嘅就係檻。好多人就係因為過唔去心裏邊嘅檻，其實只要將心情變一下，世界就完全唔一樣㗎喇。修行就係修心，點樣修都係修呢一顆心。萬物由心，心存則萬物存，心滅則萬物滅。萬法由心而起，萬事由心而滅。唔好對已經發生過嘅事情耿耿於懷，因為所有嘅事情都會過去嘅。讓我哋感覺到過唔去嘅，單單只係過唔去心情本身。我哋或者會留戀一啲人，或者會無法忘懷一啲事，但內心嘅喜怒哀樂、愛恨情仇，只係心中所想、心中所念。歸根究底，都係因為心裏邊未放下，冇辦法越過喺心頭上邊嗰道門檻。對於陽光，如果我哋諗到嘅係炙烤同燥熱，陽光就會變得唔好，係需要躲避嘅嘢嚟嘅。但係如果我哋諗到嘅係溫暖，你就會享受佢。同一樣嘅嘢，心情唔同就會產生唔同嘅結果。只要將心情轉一下，呢個世界亦都會變得好容易接受。好多人問我修行到底係修啲乜嘢？真正嘅修行唔係寄望於修行可以得到個光輝燦爛嘅未來，亦都唔係要按照我哋嘅意思去改變一切，而係為咗我哋嘅內心更加完美。修行就係修心，心人人都有嘅，但並非人人都識佢。佢永遠係跟隨住你同我，但係好多人卻常常都係忽視咗佢。心係世間法，佢嘅安樂與否係決定住你人生幸福嘅額度。第29篇，心窄了，一切都會遠。要學會調整情緒，凡事盡量往好嗰方面諗。好多人當遇到一啲難以解決嘅事，就會有好多抱怨，好煩躁。結果因為把握唔好情緒，往往將簡單嘅事情複雜化，複雜嘅事情變得更加難。當我哋遇到拿手嘅事情嘅時候，一定要先控制好情緒，讓自己能夠冷靜思考，並且你越往好嘅方面諗，
心就越寬；你越往壞嗰方面諗，心就越窄。歲月本長，亡者自速。天地本寬，悲者自哀。煩擾住人嘅雨水，總會讓好多東西發霉。但係若果冇雨水，就唔會有茂盛嘅牧草，反而會釀成更大嘅災難。一切都係相對而言嘅，缺點可能會成為優點，害處亦都可能會轉化為好處。事物本身嘅缺陷，恰恰就係某一種特色，就好似人嘅情緒。一方面佢係人生嘅調味料，但係同時佢亦都係毒品，既能治病，亦能致病。主要係取決於我哋對佢嘅態度同埋方法。發脾氣被人稱為壞情緒，但係你知道嗎？發脾氣都有另外一面嘅喎，佢係能夠令到大腦左側被激活，而呢一部分經常都係負責積極嘅情緒嘅。對心理健康嘅人嚟講，應該係樂觀多於悲觀，積極多於消極。即使遇到無常，亦都總能夠調節自己，以飽滿嘅精神同埋樂觀嘅態度面對生活。情緒總係由一定嘅刺激所引起嘅。當引起情緒嘅刺激消失之後，人嘅反應係應該逐漸平復。喺呢個時候，就更加需要喺認真嘅觀察同埋冷靜嘅思考入邊，以豁達嘅心態同埋廣闊嘅心胸去應對。唔好只係睇事物嘅一方面。遇到大事難事嘅時候，唔好被事物表面嘅複雜所困擾，多啲往好嗰方面諗。好多事情遠遠冇你自己想象咁糟糕嘅，好多障礙甚至會成為我哋嘅助力，就如同月亮嘅虧盈一樣。凡事都有利有弊，睇到事物圓滿同埋有利嘅正面，你就會樂觀起嚟。心窄啦，一切都會遠。第30篇，有些錯誤，一生最多只能犯一次。我哋成日都會衝動咁樣講出一啲說話，做出一啲事情。有冇諗過，我哋每個思想、每句話語或者每個行為，都已經帶上咗各自嘅印記，無法逃脫嘅。如果我哋製造咗一啲唔太好嘅事，就會永遠無法收回，因為佢已經進入咗未來，並將會製造一連串嘅作用同埋反應。所以喺做任何事情之前，一定要謹慎考慮，以免將來後悔。慎言慎行。藏區嘅冬天係非常寒冷，藏民尤其喺大雪之後，牧區同農場嘅工作都會停落嚟。喺呢個時候，藏民就會開始嘅另外一種工作，係嚮導。藏區嘅嚮導唔似旅遊景點嘅導遊，佢係一個收入較高但係風險更高嘅工作。嚟自世界各地嘅登山者同埋探險家都需要佢哋嚮導。一個經驗豐富亦都最有名氣嘅老嚮導曾經同我講過，一個合格嘅嚮導必備嘅品質絕對唔係勇敢，而係謹慎。呢個行業非常特殊，一生最多只能犯錯一次。對於唔熟悉地理狀況嘅探險家同埋登山者而言，嚮導就係佢哋嘅眼睛。哪怕嚮導出現一次微細嘅錯誤，亦都可能造成毀滅性嘅災難。或者係因為衝動，或者係因為心情唔好，世人往往會不假思索咁樣說出一啲話，做出一啲事，而呢啲可能就係一連串反應嘅源頭。講出去嘅說話就等於潑出去嘅水。好多時候，我哋係需要好似謹小慎微嘅嚮導咁樣為人處世。着急嘅心叫真心，係惡法，係不善。以衝動嘅心態去辦事，多半效果唔好。
甚至可能會辦錯事，將來必定後悔。人心焦躁嘅時候，雙目所視嘅、雙耳所聞嘅人同物，都會讓我哋產生錯誤嘅判斷。要謹記，有啲錯誤，一生人最多只能犯一次。做事要三思而行，說話切莫請心頭一時之快。